又想要伫金门的你阿兵哥抢你什么个好吃的料理啊？晒咯，来看一下，你来，阿兵哥，金门去看那个用米做的这样的肉，鸡丝，跟我做乜干？该有来做的什锦烧烤公仔面。什锦烧烤公仔面。系啊，你讲中秋节，固体的这烤的遐，莫斯特嘞，啊，你讲烤长度的，冬粉鱼咧烤到一台队哦，叫寸头的，其实应该是来拿了个小锅煸下，都香脆哦。让我煸发就什么好干用晒晒。到你啊，烤好到伊咧，出先落去，拍落来，也放嘞哈。嘿，切的。大摆哈，正经，烤肉的时间，是讲冻姜讲啊，不拉什么，准备太多样因，结果烤的时间，食量有食饱嘞，大家食饱嘞，又冇食嘞。系啊，结果又痛到哈，痛到以后听音乐然后就唔点用的是，因为前音乐的用拍的就色的就是色度的，咩个继续什么 V 啊哈，然后去做人的变化。用烤，你讲，呀，就讲那种去烤，那种去泡啊，色冇好食的啊。还今面那个炒面。炒面，可以做蛮很多公仔面哦。公仔面是泡面啊。哦，超好。啊，泡面啊，你讲不怕是炒面是挺好嘞，你看烤肉，今面是咧简单是咧炒面时候嘞啊。你咧记下嘞。就来。系啊。这个小小的哈，样子到咧。烤过嘞嘛，那个菜是熟的啊，后背这样煸之后嘞，要去准备好。但是迄冇炒泡面，迄没做的炒皮嘞，就用油面啊，也做得啊，清炒了面啊是做得，做得肉。这高丽菜哈，其实高丽菜冇烤过唔吧？呀，冻加熟，加熟嘞，这样子准备好哈。可以啊，拿到切慢慢，那这位葱嘞？切掉葱啊，辣椒、蒜头。葱是切圆圆吧，小口切的，粗分一截一截。其实来东九冇食泡面的，系啊，所以就可能会贵一点的。东少食泡面，因为我知道食泡面，迄单枪就是泡面天天啦，单枪冇营养。然后啊，又吃到当某七米就第路就一样东西天天。系啊，其实该你讲吼，是个原因，就讲老了面哦，所以研发一下。应该上次讲，曾经讲墨西哥啊，放片，它也是咧泡面，但是有上到泡面里边有抹菜啊，我嘛介抹卵，有的人会自家加，其实了，这个有时间直接啦，制作咧发掉时间来做遐出菜啊，好嘞，蒜头，用这个蒜头，我说也出来用炒的没哈？系啊，用炒的啊。用炒的，既然用个，你个面啊泡面，但有时要先10个汤锅。唔是10个。是哦。还知道去炒的直接大家都酱，水好倒掉，先不去下伊。跟炒的面也有的切就有的会像个广东炒面有冇？小哥会切啊，炒面要伊，是会分去，小哥分去切一下时候嘞。今面还有准备咧。风葱配，油葱。油葱，用咧客家料理总得少了红东西，点了蒜头米，蒜头米咧先煸下伊，切。
迄讲咧，应该你跳切咧，互太地好处啊。伊会讲，好是咧蒜头啊，跳切互太地对，本去煸煸啊，就了鱼落去咪做得。我讲你看面面啊，就冻面面的时节，还炒的时节，一听就是落蒜头。因为伊好咧蒜头的梅头。哦，好，煸掉高丽菜本去炒本去有梅头。唔可以全部煸啊。等下後會當對對，用冇用來炒但係你有安用誒，有關西安用吼，就講炒菜啊，就炒兩段誒，兩段式炒法。梅頭底部咪要是到應該要斜咪底部咪另外，油葱蝦油，小哥本去過啊，炒下燒，啊水，還有水。哇，cái水飆入去啊，cái米絲全部就要用衝起來，有炝鍋的那一種感覺。調油，調油，很多。然後再加了梅頭胡椒粉啊，胡椒粉，其實我食辣啦，有切梅做一煸到辣椒下去啦。湯，放咗湯，然後變咗湯。其實梅頭啊，其實變好少啲咪唔怕嗌啲個，因為嗌你咧有咧烤肉嘛，佢烤過嘅基本咧可能是要梅頭咧，麵係 hit。哇，很神奇的一出菜啊！哈，老太家都不卡煮泡面咧，咁樣嘅習慣啊，聽出佢冇窮樣嘅哈。也是啦，也菜，強下下伊，強下下伊，本去翕一下。加水咧，加掉，呢啲咧就要準備好啊，係是啦，煸下，如果本去翕下，其實翕下佢個牛啊、菜啊，會燒咧，面要很軟咧。再一擺過一擺嘅利用安用安尼配肉過後存咧存下來嘅材料。存咧講已經沒難咧啊，那啲泡麵，那啲用炒的煮啊，做得咧。也唔啲哦，那叫開始嘅習慣吼，就都要咁樣嘅半夜節啦，聽說配肉，家家戶戶都在烤肉。東方鹽水那種配肉啊，你假使講也不卡冇烤肉啊，冇配肉啊，新人呢就會懂失落，就講做嘛配人不卡有配肉，人哋不卡冇配肉，好像沒有烤肉的家就不沒有幸福的感覺。係啊，呢種咁呢種更加麻煩啊！也是咧燒烤店，未慳嘅燒掉感覺哈。哎呀，就是多姆卡這個氣氛，然後多姆卡有那個烤肉香。老闆們都要亂炒樣嘅。係啊，都不免切樣子一來搞啊樣嘅嗬。係啊，好歡喜。那個冇像嘅是甜熟嘅樣，就說的唔會炒暗熟。咁樣樣嘅麵就會像廣東炒麵一樣，有的會一樣切一樣。要煸嘛？要不會能煸，就係用掉那個，用掉本去梅頭，煸掉本去配色。要夾啊！麵熟嘅就算熟嘅。譬如你講看到嘅其他嘅東西啊，像個肉啊、甜腐啦，你都全部要配過咧啊，配過全熟嘅東西，是當加熟咧。咁咪要留佢嚟起來一下咯。一當啲講，你都有麵，咩情況？有好多一出啦，一出，大部分啦全部就麵片擺落去，然後菜，他個本意看到菜，不過主廚嘅角度就係留麵嚟起來一下，不，他個看到有麵。其實咪冇炒麵，咪唔怕啦，咪做得樣嘅嗬，咪都怕正經有咧。
炒的，吼配好了着东西啊，而且面做得样因炒好啦，可以崩盘，吼，你后尾就来了，所以吼。好，好嘞。对咧。香油。好。好。好嘞。样菜好嘞。哎，也就系你嘅阿平哥今晡日你安尼准备嘅也出料理，过老大家介绍一摆。什锦烧烤公仔面。什锦烧烤公仔面，来，听大家讲下你试试。好。什锦烧烤公仔面，听烤肉切落切短短准备。添葱的、蒜头、辣椒的切幼幼的，玻璃菜切细细的。添蒜头爆香，当边玻璃菜、香葱油炒炒啊。沙地边水、调油、胡椒粉添糖调味。当边泡面、烤肉，下啲水给锅盖翕一下。等面软以后，做得起锅。之后腌到的葱的、辣椒的，就做装盘喽。